各位香港嘅街坊、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歡迎嚟到本期嘅玄學開運特別節目。今日呢條片，如果你係喺無意中刷到入嚟，我可以非常肯定咁同你喺度講，呢個絕對唔係巧合，呢個係天地之間嘅磁場拉你入嚟嘅天意。今日我要同大家聊嘅，絕對唔係出面嗰啲隨隨便便、千篇一律嘅普通生肖運程。我要話俾各位知一個震撼嘅天機，2026年丙午年。整個天星氣場即將喺接落嚟呢幾個月迎嚟一次史上最大規模嘅大洗牌。你上半年受過嘅委屈，被人搶走嘅事業機會，辛苦做工卻存唔到嘅錢，甚至嗰啲莫名其妙嘅小人同埋突發開支，全部都會喺接落嚟嘅下半年一次過為你還翻個公道。特別係如果你身邊有屬兔、屬牛、屬龍或者屬蛇嘅朋友，你今日一定要將呢條片由頭到尾聽清楚，因為老天爺準備要送一份大禮俾你，讓你絕地反擊，財源大爆發。但同一時間，如果你係屬馬或者屬鼠嘅朋友，你更加唔可以劃走，因為你哋下半年有兩道極之危險嘅保命關口等住你，過得去脫胎換骨，過唔去隨時損手爛腳。我哋香港人最講求實際。大家不妨回想一下今年上半年你係點樣過嚟嘅？打工嘅朋友，每日返工有做唔完嘅加班，扛唔完嘅業績，你做足10分成果，老闆只係睇到5分，甚至功勞仲被旁邊偷懶嘅小人搶走。財源潮嘅陰影籠罩住，想換工作又唔敢輕易遞信。做生意或者手頭上有少少資產嘅中產朋友，生意額時好時壞，留工、車工、子女補習費同埋去外國留學嘅開支一筆接一筆，手頭上嘅流動資金緊到喘唔過氣。至於準退休同埋長者朋友，睇住股市、樓市波動不安，積蓄唔敢亂投資，屋企又時不時傳出瑣事，耗費錢財，整個人心浮氣躁，連覺都睡唔好。好多朋友甚至會懷疑自己係咪我能力有問題，係咪我嘅運氣用完啦？錯，完全唔係你嘅問題，呢一切全部都係天時同埋天體磁場喺背後推波助瀾。喺命理學入面，2026年係丙午年，天干丙屬火，地支午亦都係屬火，雙火疊加，呢個就係傳統命理入面極之罕見而且熾烈嘅赤馬烈火年。喺五行生肖入面，火係專門克金嘅，而金喺命理學代表啲乜？金代表真金白銀，代表財帛，代表實實在在嘅財富。喺上半年，天地之間嘅火氣旺到去極點，就好似將我哋每一個人同埋我哋手頭上嘅資產，全部冷落去一個巨大嘅熔爐入面狂燒。大家係咪覺得每個人情緒都好似食咗炸藥咁，一點小事就想發火？係咪覺得錢財左手入右手出，突發嘅大額開支一個接一個，根本守唔住財？係咪覺得計劃永遠趕唔上變化？談好嘅生意臨門一腳突然生變，呢個就係典型嘅火煉真金。但係老祖宗常講否極泰來，壞到盡頭，好日子就該嚟啦。上半年所有嘅痛苦同埋磨勞都不是白受嘅，嗰啲係天地氣場喺度幫你斷消雜質，幫你剔除身邊唔屬於你嘅小人同埋霉運。天地萬物冇永遠嘅死局。一踏入下半年，亦都即係立秋之後，整個宇宙嘅五行氣場將會迎嚟180度震天撼地嘅大轉折。秋天五行屬金，極度純正且猛烈嘅金氣降臨，直接補充我哋嘅財帛磁場。到了冬天，水氣又接力進場，水喺風水入邊代表財源同埋流動生機。金能生水，金水相生，原本死寂嘅財務狀況會瞬間活過嚟，形成一個自動滾雪球、自我生長嘅財富循環。上半年你係被天時幫住手腳，下半年就係繩子徹底解開，背後仲有貴人推你一把嘅時候。接落嚟，我就要為大家深度拆解下半年準備絕地反擊嘅4大幸運生肖，同埋3大犯太歲生肖嘅保命化煞大法。不管你現在處於人生的哪一個階段，請打起12分精神，聽清楚接落嚟每一個字嘅指引。第2章絕地反擊第1名，屬兔人，正偏財雙爆，鹹魚翻身成傳奇。好啦，各位街坊，講完下半年嘅大氣場，現在我哋正式揭曉下半年絕地反擊生肖榜嘅第1名。我敢喺度打包票，呢個生肖絕對係2026年下半年全場總冠軍最大嘅贏家，佢就係屬兔嘅朋友。屬兔嘅朋友，你現在聽住，
如果上半年你覺得自己處處碰壁，做乜嘢事情都差過臨門一腳，甚至手頭緊到好似要破產咁，你千萬唔好灰心，因為老天爺準備要還一個超級大禮俾你。我哋回想一下，屬兔嘅朋友呢2年真係唔容易。上半年喺丙午馬年呢種雙火克金嘅氣場下面，屬兔嘅人地支係卯木，木被烈火狂燒，呢個叫木多火黐。你嘅精力、你嘅財富被呢陣火氣燒到乾乾淨淨。好多屬兔嘅朋友上半年唔係自己在扛住龐大嘅差務，就係被身邊嘅朋友、生意夥伴或者家人拖累，辛苦賺翻嚟嘅辛苦錢一下子就蒸發晒，整個人每日精神扳到緊一緊，失眠、焦慮，甚至問自己到底點樣先可以走出呢個死局。但我現在好明確咁同你講，你嘅好運正式降臨啦！一踏入下半年，吉星歲駕同金宮會雙雙進入你嘅命宮。金宮喺傳統命理入面係啲乜？嗰個係專門管聚寶盤、管財富嘅頂級吉星。呢個意味着屬兔嘅朋友下半年財運排全12生肖第1名，桃花運排第2名。呢個組合簡直係威風到去極點。你嘅正財同埋偏財會一齊大爆發。打工嘅屬兔朋友，你之前默默做出嚟嘅努力，被壓落嚟嘅功勞，下半年會得到破格嘅晉升同埋大幅度嘅加薪。公司甚至會發一筆你意想不到嘅季度分紅或者額外獎金。做生意嘅、做副業嘅朋友，嗰啲卡咗好耐嘅欠款會集中回款，新客戶會自己主動敲門找你合作，大額訂單一張接一張落地，甚至連你之前被套牢嘅投資、股票或者閒置嘅資產，下半年都會突然解套變現，拿到一筆額外嘅偏財收益。我同大家分享一個真實嘅案例。之前有一位屬兔嘅客人，上半年慘到不得了，生意幾乎要倒閉，欠咗一屁股債。但係佢好信風水玄學，下半年聽從指引，第一件事就係將自己整個衣櫃入面嗰啲暗沉、消極顏色嘅衣服全部換晒，換成能催旺自己命格嘅金白色同埋黃色系。第二件事就係喺佢屋企嘅財位做咗一個極之簡單嘅佈局，用幾杯新鮮嘅清水入面放咗幾個銅錢。大家知唔知後面發生咗啲乜嘢事？佢喺短短1個月之內，毫無預兆咁接到咗一單佢做夢都冇諗過嘅大生意，不單止一次性還清咗所有債務，手頭寬裕之後，仲立刻跑去買咗一部全新嘅代步車。呢個就係天時加上人合嘅震撼威力。不過屬兔嘅朋友喺你大富大貴準備接財嘅同時，有2顆凶星你一定要提防，就係卷舌同咸池。卷舌係典型嘅是非之星。俗話講得好，人紅是非多。你下半年運勢越旺，賺錢越多，身邊就越容易有人眼紅你，喺背後嚼舌根，說你閒話。面對呢啲小人，你記住8個字：一笑置之，保持低調，唔好同佢哋吵架，唔好去爭一時嘅高下，將精力和心思全部放在賺錢上面。咁呢啲是非自然影響唔到你嘅好運。第2顆凶星叫咸池，呢顆係一出名嘅爛桃花星。下半年你魅力大增，身邊會湊過嚟好多主動示好嘅人，但呢度入面有好多年係睇到你運勢好，有錢啦，想過嚟佔便宜嘅冇水桃花，甚至情感陷阱。如果你係已有伴侶或者結婚嘅屬兔朋友，一定要同異性保持距離，千萬唔好因為一時嘅虛榮心陷進去，否則不單止傷咗家庭，仲會直接破壞你下半年嘅頂級財運。只要你狠狠斬斷爛桃花，遠離無謂嘅是非圈子，屬兔嘅朋友下半年財運就會好似火山咁爆發，擋都擋唔住，成為2026年人人須慕嘅鹹魚翻身傳奇。第3章絕地反擊，第2名與第3名，屬牛與屬龍，貴人登門，官壽雙全。絕地反擊第2名，屬牛的朋友，帝王貴人入命，財運穩佔榜眼。排名第2名嘅就係我哋平時最踏實、最肯幹嘅屬牛朋友。屬牛嘅朋友，上半年你係咪覺得特別煩躁？明明自己冇做錯事，身邊嘅小人是非卻特別多，好似無論你做乜嘢，總有人喺背後指指點點，搞到你心情好差，工作推進得特別艱難。手頭上嘅積蓄亦都因為屋企嘅各種瑣事、人情世故嘅開支，好似流水咁流出去，存都存唔住。但係我要恭喜所有屬牛嘅朋友，踏入下半年，你係全場擁有最強貴人星嘅幸運兒。
兩顆命理學入面最頂級嘅超級吉星紫微同龍德會同時降臨到你嘅命宮。大家知唔知紫微星係啲乜？紫微係帝王之星，代表至高無上嘅貴人，係嗰種有權有勢，能在關鍵時刻拉你一手，甚至一下子改變你命運嘅大人物。而龍德星係一顆充滿福德嘅貴人星，代表你會得到長輩、前輩或者有實力嘅朋友無私嘅指點同埋幫助。有呢兩顆吉星為你照耀，下半年你簡直可以逢凶化吉。工作上遇到卡哭嘅難題，或者生意上揾唔到出路，突然就會有貴人主動登門，帶住資源、帶住資金、帶住解決方案嚟幫你全部搞掂。打工嘅屬牛朋友，除咗原本嘅薪水有機會上調之外，季度獎金分紅會準時落口袋，被拖欠好耐嘅工程款或者借出去嘅錢，下半年都會集中回款。做生意嘅屬牛朋友更會談成大單，開闢全新嘅財路，財運穩穩拿下12生肖嘅榜眼位置。不過屬牛嘅朋友有一點你一定要注意，就係提防冇水桃花。下半年因為你運勢大旺，身邊會湊過嚟一些虛情假意，只睇中你一時風光或者想佔你便宜嘅人。切記唔好因為一時嘅浪漫或者虛榮感而沉迷下去，分清邊個係真心幫你嘅貴人，邊個係蹭運氣嘅假桃花，選對路你嘅財運就會無可限量。絕地反擊第3名，屬龍的朋友，8座吉星降臨，職場升官發財。緊接住我哋睇下絕地反擊榜嘅第3名，屬龍嘅朋友。屬龍嘅朋友一向有領導天分，有抱負，但之前呢段時間好多屬龍嘅朋友都覺得自己鬱鬱不得志。喺公司入面，老闆睇唔到你嘅才能，同事又唔識貨，做出了成績功勞，仲容易被別人分走，搞到自己一肚子火。但係到了下半年，屬龍人嘅頭頂上有顆非常威風嘅吉星降臨，呢顆星叫8座，8座吉星，專門代表社會地位和權力嘅提升。對於我哋香港廣大嘅打工仔、中層管理人員嚟講，呢個簡直係一支超級強心針。下半年你嘅工作能力和才華終於會得到最高層領導嘅看重同埋認可。之前擱置半年嘅項目會重新啟動，公司內部嘅升職加薪、調到核心崗位嘅機會，好大機率就會落在你嘅頭上。以前睇唔起你嘅人，下半年都要對你另眼相看。自主創業或者做小生意嘅屬龍人，團隊會變得有凝聚力，身邊搬弄是非嘅小人自動遠離，大額長期合作訂單順利落地。而且下半年屬龍嘅朋友桃花氣場亦都會隨住事業運大旺而全面提升。單身嘅朋友非常有機會喺工作場合或者商務聚會入面認識到志同道合、條件相當嘅正桃花對象，順利脫單，迎嚟愛情事業雙豐收嘅黃金時間。第4章絕地反擊第4名，屬蛇人，走出本命年陰影，收復失地。好啦，講完前3名，我哋接住揭曉下半年絕地反擊生肖榜嘅第4名，屬蛇嘅朋友。屬蛇嘅朋友，我知道你哋呢2年真係受夠委屈啦。大家回想一下，去年2025年係蛇年，係你哋嘅本命年，犯太歲犯到正一正，整年運勢低沉到不得了，情緒容易低落，一點小事就串牛角尖，做乜嘢事情都好似有一塊大石頭壓喺胸口咁。踏入2026年馬年上半年，你可能都未完全緩過氣嚟，覺得仲係有些悲觀負面嘅情緒雲搖不散，甚至問自己到底點樣先可以走出呢個困局。但係我現在非常肯定咁同所有屬蛇嘅朋友講，轉機到了下半年就係你實實在在收復失地嘅時候。一踏入下半年，吉星墨月會正式進入你嘅命宮。呢顆星非常有趣，佢專門帶嚟新鮮嘅能量，幫你打破僵局，打開新嘅人脈同埋全新嘅事業方向。之前一直卡住冇進展嘅項目，你搞唔掂嘅客戶，揾唔到嘅人生方向，突然之間會有好多人主動走過嚟話要幫你，機會就在你面前，你只要肯伸一伸手指就抓得到。墨月呢顆星仲會大幅加強你嘅適應力同埋思維敏捷度，你會發覺自己思路清晰咗好多，以前覺得好難解決嘅難題，現在3兩下功夫就輕鬆化解。不過屬蛇嘅朋友有一個死穴，你下半年一定要提防，就係亡神呢顆凶星同你一齊入場。大家聽到亡神唔好害怕，唔係話會有啲乜嘢生命危險，而是話你下半年非常容易因為一時大意分心而丟三落四。
可能係出門丟咗錢包手機，可能係辦公室落下了重要文件，或者係喺簽合約做投資決定時睇漏咗一個條款，導致損失一筆唔必要嘅錢財。所以屬蛇嘅朋友，下半年行運之餘，一定要提醒自己打起12分精神。所有重要嘅合約文件要再三核對，出門看管好自己嘅財物，投資理財堅持一個穩字。只要你做到呢一點，避開大意破財嘅陷阱，你下半年一定可以完完全全重回正軌，將去年同上半年輸咗嘅全部通通贏返嚟。第5章，港人保命必看，屬馬與屬鼠，犯太歲化煞保平安秘法。講完4大行運生肖，現在到了整條片最關鍵最重要嘅章節，大家千萬唔好劃走，一定要為你同你身邊嘅家人親友聽清楚。下半年有2個生肖犯太歲，犯得非常正，如果不提前防範，好容易遇上凶星干擾，導致破財、血光甚至身體受損。呢2個生肖就係屬馬同屬鼠嘅朋友。屬馬的朋友，本命年值太歲，2招主動應驗化解血光。首先講屬馬嘅朋友，2026丙午年就係你嘅本命年，命理上叫值太歲，亦都即係你直接坐咗喺太歲嘅位置上。本命年嘅氣場極度唔穩定，情緒特別容易起伏，悲觀焦慮，遇到小事就覺得壓力山大。更要命嘅係下半年有2顆非常兇猛嘅凶星，劍鋒同伏屍同時入命。呢2顆星係專門帶嚟突發意外、金屬創傷、交通意外或者血光之災嘅。聽起來係咪好嚇人？大家唔使怕，老祖宗傳落嚟嘅玄學講嘅係趨吉避凶，有煞就有化解之法。針對屬馬嘅朋友，教你2招簡單又極之有效嘅保命化煞大法。第1招，主動應驗血光，萬事萬靈。既然劍鋒代表要見血受創，咁我哋就主動化解，擇個好日子，立刻去約牙醫洗牙補牙，或者去捐血中心捐1次血。你自己主動見咗血，受咗輕微創傷，喺玄學磁場上就等於已經應驗咗血光之災，後面嗰啲嚴重嘅意外受傷就會被直接化解掉。第2招，借地換氣，宜守不宜攻。下半年盡量安排1次離港旅遊或者外出散心，去綠樹成蔭、山清水秀嘅地方走走，用空間嘅轉變去化解本命年磁場嘅衝擊。喺事業和投資上，切記宜守不宜攻，唔好盲目辭職換工作，更唔好做高風險嘅投機炒作，穩穩當當就能保住平安。屬鼠的朋友，正沖太歲子午相沖，正北方綠白生水局，化煞兼催財。接落嚟講屬鼠嘅朋友，屬鼠喺地支係子，今年係馬年午，子午相沖，呢個係所有犯太歲入面沖力最猛烈、變化最大嘅一種正沖太歲。沖太歲代表強烈嘅動盪。下半年屬鼠嘅朋友可能會遇到工作崗位嘅巨大變動，搬屋搬遷，甚至感情與人際關係上嘅劇烈衝擊。特別係農曆5月和11月呢2個月份，子午相沖嘅磁場達到頂峰，出門開車走路做決定嘅時候，一定要萬分小心。針對屬鼠嘅朋友，傳授一個香港風水界最受歡迎、最簡單嘅實操化煞秘籍——綠白生水局。喺你屋企或者辦公室嘅正北方。正北今年係偏財位，亦係太歲沖力最直接嘅位置。準備一個虔淨嘅玻璃杯，倒滿新鮮清澈嘅清水，記住唔好用隔夜水。然後喺水杯入面放入6枚1角硬幣或者6個銅錢。呢個喺風水上叫金生水起。用金去生水，源源不絕咁提供生機，用水嘅柔和能量去克制今年過往嘅火氣，同時徹底化解子午相沖帶嚟嘅強烈煞氣。擺咗呢個局，不單止可以幫你保存家平安、轉危為機，仲能順便催旺你嘅偏財運。方法簡單，但功德無量。第6章，節氣轉運住法，浪港式強效接財許願儀式。講完各大生肖嘅運勢同化煞秘法，到你影片嘅最後，我要同大家分享一個最關鍵嘅時間節點同埋轉運密碼。大家一定要記住，大暑到立秋呢一段時間係1年當中陽氣旺到極點、陰陽交替最劇烈嘅時刻。喺呢個節氣轉換嘅黃金轉折期，天地間嘅氣場正在重組，呢個係我哋調整個人磁場、借天時轉運最好最快嘅時候，效果比平時高出3倍都不止。
為了讓大家下半年都能順順利利接財接福，有三大禁忌同埋一個轉運拜拜秘法，請大家務必跟住做。一、節氣交接期的三大保命禁忌。第一忌，切勿穿純紅色與純黑色嘅衣服，紅色係火上加油，黑色係水火不容。呢段時間天地火氣未消，穿呢兩種顏色最容易引發脾氣暴躁，與人起衝突甚至破財。建議多穿白色、金顏色、米色等屬金嘅衣物，用金嚟卸掉過往嘅火氣，幫自己引財入庫。第二忌，避免出入陰氣較重嘅地方，例如人煙稀少嘅偏僻老宅、醫院或者歡儀館。如果因為工作或家事必須要去，出門前可以在身上帶個紅包袋，入面裝少許粗鹽，返嚟之後直接冷掉，唔好帶進家門。第三忌，切忌衝動做重大決定。任何關於大鱷投資、創業、簽約、辭職換工作或者同家人吵架談牌嘅事情，請俾自己3天冷靜期，等節氣穩定過咗之後再做決定。你以為你想得好清楚，往往只係被天時嘅火氣燒昏咗頭。二、4樣光品拜拜轉運法。喺大暑到立秋呢半個月之內，大家可以準備4樣充滿吉利寓意嘅供品。龍眼代表圓滿順利，紅龜果代表長壽吉祥，發糕代表發財發達，步步高升，紅圓代表事事圓滿。挑選一個早上的時間，去你平時常去最親近嘅土地公廟、車公廟或者黃大仙廟，誠心拜拜。拜拜嘅時候，清清楚楚報上自己嘅姓名、出生年月日時同住址，感謝神明過去嘅庇佑，並誠心祈求下半年貴人臨門、財源廣進。拜完之後，將供品帶返屋企同家人分享，把呢份福氣真正食進肚子入面。三、強效接財儀式，匯聚善念共振磁場。各位街坊，玄學命理講求嘅係心念，老天爺要幫你，亦要你自己願意打開大門，張開雙手去接收呢份好運啊！你今日能睇到呢度，絕對係天意同你個人嘅機緣。現在就請你動一動手指，喺下面嘅留言區，無比誠心堅定咁打上接財接福、大吉大利呢8個大字。大家唔好小看呢個動作，當成千上萬個同你一樣善良勤勞嘅香港街坊一齊喺呢度打上呢8個字嘅時候，就會匯聚成一股全世界最強勁、最澎湃嘅善念正能量磁場。呢股磁場會透過網絡直接為你和你嘅家人喺暗地裏加持護佑。打完字之後，請記得點讚訂閱我哋嘅頻道，並且一定要開啟旁邊嘅小插燈，因為我經常都會喺呢度分享好多獨門嘅天機同埋化煞秘法，開咗小齋堂，理財唔會錯過任何一個翻身變富嘅良機。最後亦係最重要嘅一步，立刻將呢條片分享出去，分享俾身邊屬兔、屬牛、屬龍、屬蛇嘅朋友，叫佢哋準備好接財翻身。更加要分享俾屬馬和屬鼠嘅朋友，提醒佢哋趨吉避凶，保全家平安。你呢個舉動係喺幫人累積大功德，你流落嘅善念遲早會加倍回饋到你自己嘅事業同埋財號上面。感謝各位街坊嘅收聽，祝大家2026下半年貴人臨門，財源廣進，全家平安大吉。我哋下一集再見。